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四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度风台小犬的暴风圈已经吸到台东县，今仔日开始风雨愈大，有个明仔载风台会对咱台东的南边扫回去。今仔日台股盘中有落超过200点，落尾是收伫16288点，因那台票嘛落到32块4，创下7档来上歹纪录。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去互因共和党的提出罢免投票过关，成做美国头一个互人罢免的众议院议长。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中度风台小犬扫来台湾，陆上警报的范围扩大到新竹以南。对今仔日开始风雨愈大，咱赶紧来听气象署详细的说明。目前西北太平洋上第14号台风小犬，它的暴风圈正笼罩花东地区、南投、嘉义以及高屏地区。随着台风暴风圈越发的接近，各地的风雨将更为的明显。小犬台风目前还是个中度台风，在过去它的强度稍微增强一些，但是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仍然是250公里，也预估未来会以这样的强度来影响我们。它在下午2点的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东方大约20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预估未来它会朝偏西的方向移动，在明天它的中心将以穿过台东南端陆地到巴士海峡的几率最高。今天在马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现象。而明天下半天以后，随着台风中心移到我们西南部海域的时候，除了东半部海面、恒春半岛有长浪现象以外，连中南部沿海和澎湖、金门都会有长浪的情形。兰屿的强阵风已经到达12级。澎湖的东极有10级强阵风，花莲、台东也有9级强阵风，而其他各地区的强阵风大概都是到8级左右。其实这些的风力都在逐渐增强中。我们预估在桃园以南、花莲还有金门、马祖的5到6级平均风、8到9级的强阵风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清晨。已经可以看到，从今天晚上开始，花东、恒春半岛的降雨明显的增大许多，那甚至南部地区在明天清晨可能开始会有比较多的雨。中度风台小犬伫今仔载啊，暴风圈已经吸到台东县，有个明仔载风台就会对咱台东的南边扫过去。气象署表示，今仔日开始，尤其东半部恒春半岛风雨会愈大，云林以南甲平湖、绿岛、兰屿嘛拢有宣布停班停课。中度风台小犬早时9点，暴风圈已经吸到台东北边，路线即阵有个向南修正。中昼11点半，风台中心距离台湾200多公里，继续挖近台湾。陆续风台警报的地区增加到16个县市。陆上警报区域则是宜兰以南的地区。南投以及新竹以南的地区，再加上澎湖，虽然台风在过去它曾经呈现不规则的运动，但是未来仍然是以比较偏西的方向移动。在明天会通过台东南端陆地到巴士海峡这段的区域，以这样的几率最高。气象署讲，目前兰屿的强阵风已经到12级，愈换风愈大。暗头到半暝，兰屿绿岛风上强到17级，台东恒春13级，提醒民众要注意。西半部地势较低的所在也要注意海水倒灌。另外，随风台继续往西边行，发布大雨特报的地区也会继续增加。今天在新竹以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会下局部性的大雨，尤其是在宜兰和新北的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而今晚开始，随着雨势越来越大，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气象署提醒乡亲，愈晚风雨愈大，到中昼为止，除了平湖县、绿岛、兰屿甲屏东县南边乡镇，今仔日规工停班停课以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也相连续宣布，为暗时6点开始，也停止上班上课。记者郭文正春由台北报道。风台伫要对东南部登陆，屏东县府宣布因暗6点开始停班停课。不过，也是有不少民众走起来看海影是真危险，海巡人员赶紧来甲因劝导离开。另外，伫菜市啊嘛出现真侪人烧钱去买菜，有几若大也未中昼就拢卖了，休困啊。
游客提手机一直翕垦丁有名景点芳村集的自然景观，小溪风台就要定了，有关未少人七时早起伫遮看海景，海巡人员照惯例来巡逻，提出劝导单，无要互民众划入去观海浓度。南环有红色封锁线禁止入去，道远线架拢用石头地条咧做好准备。游客敢若用伫华顶看海景，有民众特别到垦丁佚佗，做拄到风台，决定提前回去。我们昨天其实有过来看一下了，对啊，就是不能玩水，至少来看一下浪这样子。对，我们就是知道台风要来，所以我们赶在台风来之前就先看一下那个路径图还有时间，然后赶在台风来之前就安排回去。民众伫打比手速抢菜，因为较慢就无菜通买。因为风台要来，未少人透早就到菜市买菜，就算菜价一直称悬，人也是比平常时较济。真济打饭不到中昼，已经提早休困。20块、20几块，差不多涨了快1倍。对，什么都涨，猪肉也涨，从早上到现在都很多人，忙到现在。恒春镇公所也伫市场附近准备山包，互民众领，提前做好风台准备，要将灾情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因应风台，台东县府临时宣布今仔下晡停班停课，这是引起民众不满，讲安尼愈造成人的困扰。台东县长廖庆林强调，停班停课拢爱看科学数据，嘛要以安全为优先来决定。另外，因为这个拜六开始就是双十节连假，有真侪民众惊受到风台影响，即马拢开始咧取消饭店和行程。台东市海滨公园烟花影是一直拍起来，海边的风影搁一界增强。因为离岛甲南苏已经进入小犬风台的暴风圈，明显会当感受到风雨已经来啊。因为这边是间歇性的一个阵风，那雨也是一样。早起台东县长伫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甲16个乡镇市长视讯会议，提醒为下晡开始到明仔载日是风雨上界大的时阵，要求各乡镇市爱加强防灾。县府嘛宣布为下晡开始停班停课，不过引起部分民众的怨讲，这个标准无明确。县府强调讲是以科学数据、甲法规的标准，以安全为优先的考虑。因为真的下雨，然后又塞车，就很麻烦。如果他今天放一整天，又没下雨，还是被骂。其实并未达放假的标准，但是风雨的路线很有可能会在今天傍晚登陆从台东这边登陆，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的决定是希望下午能够让民众有预备的时间。下午这个什么时候放假，其实也要看各机关单位的弹性的时间，我们给予这样子一个弹性的空间。小客风台来啊，所来都是双十连假，已经有游客取消行程。目前影响也无大，不过要是爱看风台定了后对交通的影响。这次我们7号到10号的国庆连续假期，目前对这个住房率影响不大，目前只有零星的退房。风台wat近台东，县府这个月开始，部分要展示的户外装置艺术，早起已经拆掉。为下晡开始，台东就要进入暴风圈的范围。县府嘛呼吁沿海地区的民众，都要赶紧加强防灾。记者综合报道。风台wat近，中部即阵嘛开始咧透大风，伫咧台中就有树仔去互风扇倒去，搁去夹到一台车，也搁有人家厝。伫中华火车头附近嘛是有路顶互风扇甲歪去，好佳在拢无造成伤亡。倒去的树仔，甲停伫路边的车辆车窗直接夹到破，车身也凹凹，也搁有一台乌多摆嘛受到影响。车主听到嘣一声，赶紧来看的时阵，才知影家己的车已经变做安尼。就是心里就是震一下。心疼哈，当然会啦，不管是老车旧车都会啦，总是自己的东西嘛。10月初4透早伫台中市北区的太原路有树仔，敢若因为风伤过头，制载袂牢，规个倒落来，就连对面的铁厝嘛受到影响。因为高频的车道无法度通行，警方赶到现场抽封锁线，工程人员也赶伫天光了后来排除状况。是有风在吹，然后就听到一声嘣。就出来看一下，然后就树就倒了。伫中华的分园嘛，对10月初3开始透风透规暝，10月初4一透早也传出中南路有树仔倒去的意外，因为这是交通的重点，警方赶到现场指挥管制。另外，市区火车头的电火条嘛，敢若因为透风全倒去。第一时间马上派员到现场做交通管制疏导工作，并通知彰化市公所公共事业课。派员到现场来抢修。
因为倒去的电火条互电线交掉咧，才无直接对车路迄边倒落。警方通报处理了后，也排除状况，无人员的伤亡。风台咧要来啊，各地都唔敢大意。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登来看南部，顶个月当经过海葵风台，即马又搁面临着小犬风台，高雄的农民拢赶紧咧采收，希望会当减少损失。另外，农会嘛已经把部分的菜色冻起来，准备伫咧风台扫过去了后，会当来供应给国军，也搁有学校。一大片的菜园，遮侪农民苦腰无用伫咧挂蔬菜，即马小客风台就要来啊！高雄早起乌阴天，有时阵就毛毛啊雨，农民赶紧将会当收的菜拢收，包括小白菜、油菜甲汤虾菜。农民表示，听到风台要来，因已经收3工啊，毋过也是有收袂完的菜，收偌济就算偌济。叶菜咧，你台风来，本来就是要抢收啊，不然它经不起风雨吹打。都会啊，都会怕啊，也没办法，这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啊。一个月前，海葵风台才拄扫过南台湾，这阵农民为着等水排刷复经，现在菜籽才发出来一丝丝尔，风台又搁要来啊，农民是真无奈。另外，主管农会为着因应风台过后会当顺利供应菜量，已经大省领种100公吨以上的菜色。叶子有受伤，有黄叶子，你要让它重新再修复，修复后它才能长成像这么漂亮啊，才能割啊，不然也不能收成啊。高丽菜啦吼，橄榄上少爱伫咧60栋。这是基本的。其他像叶菜类其他的菜种的话，环境加起来都有超过100栋。所以其实这对后边的稳定物价来讲，拢有实际的帮助。即摆小客风台搁拄着海中，烦恼搁有大风大雨，高雄市即个风台，包括抽水站，也搁有163台移动抽水机拢准备好啊。因愈暗，高雄市风力可能有8、9级。高雄市政府是宣布暗时6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希望市民赶紧返去厝内底。记者钟义辉、柯昭荣高雄报道。台南市的北门区即马嘛是赶紧咧收蚵仔，就是惊落大雨会去影响到成长。因为7个月龙山宫让47档要搁做少，煞去挡着风台，煞紧甲布置好势蚵仔拢总拆落来，毋过摆楼也是互风扇一个倒落去，高平嘛万家大。风台就入要来，天拄啊光，台南北门的蚵仔农就载着满一船又搁一船的蚵仔回来。像我们这边刚开始才在采收期啊，有时候风太大，蚵仔也是会瘦啊。那个大潮，蚵仔也会瘦啊。我们最怕就是瘦啊。风台来就伊啊，会加减落去啊，若落雨就伤多。嘛会死呢。虽然当地是死湖的地形，却袂惊风台的影响，但是就惊雨汛大影响生长，赶紧采收会当收成的蚵仔。中风一直吹，工作人员赶紧将外一边的生蚵仔对大顶面拆落来，以免中风甲吹转去。而另外一边是搭28尺悬的高坪，嘛搁定暂缓无要搭。台南7股龙山宫连日内多无用伫准备超过47档的第3厝的建造活动，但是拄着风台来乱。因为风台要来，足惊甲这弹吹歹，所以阮即摆措施除了加强，佮甲一寡数方面较大的物件拢会拆掉，然后佮找时间佮来安装起来。不过接近中昼的时段，建造的牌楼是不敌强风吹袭倒去。龙山宫这厝的建造有股开了超过3000多万，也佫有重头戏抢购的活动。但是风台来袭，甲牌楼吹倒去，后续嘛只会使等待风台过了，才佫准备新的。随着风台是要来到，台南市有股适合暗时6点以后，上大的阵风会当达到8级到9级，民众都要小心来风台。记者郑混淡报道。高雄推动丁清湖运动休闲园区甲捷运黄线建设计划，不过今仔日就有民众去抗议，讲安尼互小背湖公园的堵风池面积佮缩小。那像即马定定咧向青光大雨，恐惊淹水的问题是会愈严重。因为市府是强调，这个所在毋是淹水的风险区，而且因本来就有规划要扩大堵风池。上班时间，高雄市本馆路大淹水，水深1度到成林大腿，互当地居民非常困扰。时间各位头前说，2018年8月中，洪山区、三明区、礁庆区大淹水，不6届淹水的恶梦，互民众更加烦恼。丁清湖运动休闲园区，还有捷运黄线外山站的建设计划，会互小庇湖地方公园范围变小，这段气候，卖互当地常常淹水。
这种淹水之苦，我想大家一定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在这里，我是坚决反对小杯湖再度开发。汽车、机车、家具、电器都淹得一塌糊涂，我们真的是遭殃透顶。拒当淹水灾民。上港将近50个人来到高雄市议会抗议，呼吁政府取消这个开发计划，也是换地点。市府回应，这个计划范围无伫咧饮水迁徙区，嘛有看局处甲委员会咧把关。计划完成了后，绿地会比原有面积扩大1.9倍。防灾就是不要再破坏我们现在的志宏公园嘛，要尽可能扩大我们志宏的面积嘛。我们在这个区域跟下游，包含那个赤山地区、文德里、文英里、文华里这些，其实它的水相对的是已经做了切割。这10几年来，我们水利局的一些排水规划已经把这些集水区域重新再划分，所以这个部分不会因为上游的开发造成下游的淹水。市府强调，现有小庇护地方公园，搁再征地提升功能，开发的金额爱到10亿，无法度负担，才会以现有的开发计划来取代，会举办着说明会，甲里民充分沟通，来减少着因的疑虑。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日控之事的总统选战，即嘛是愈来愈激烈。国安局密切地关注中共敢有介入来做认知作战。针对最近立委马文君疑似盗窃唱水南机密的案件，国安局长蔡明干表示，尊重司法侦办甲结果，国安局无适合评论。日控之事大选即个剩3个月假，国安局长蔡明干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警方势力深受介入选举是大家注意的焦点。蔡明干讲，无排除中共伫咧选举过程中操作政治议题，对台湾的选民进行认知作战。也讲就要注意一寡新的手法，可能也要注意到中共也有在跟台湾的一些公关公司在进行一些民调，那这些民调发布也有可能会对于台湾选举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对于中共非常多元的一个介选的手法，我们都有在密切的关注。除了中共介入选举的行动以外，国安局也特别提醒，最近去中国的人就要注意家己的人身安全，因为反间谍法自7月开始实施。个人遭到叛诈的情形有增加，自顶半年4件到下半年增加做9件，拢是因为一寡伫台湾的政治言论，甚至有人出现入境了伫饭店约谈的特殊案例。甚至大概20天前有另外一个案例是比较特别的，不是在入境的时候被留置盘查，而是在饭店的时候被中共的国安单位来约谈。因为最近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疑似涉密的案件，是毋是影响到国安？蔡明干讲，尊重司法的侦办甲结果，国安局无适合做评论。因为马文君是强调，对于未单一指控，应该提出证据。他应该要具体的提出来，到底大家是怎么卖台，然后证据资料应该提出来，不断的在指控，我觉得这对大家都非常的不公平。因为这件案件中国是毋是有介入？马文君讲，这就要去问黄曙光，交互讲的人去厘清。另外，蒋干已经制作这么长的时间，怎么抑阁无法度厘清？伊认为讲法变来变去，应该甲选举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股盘中有落超过200点，落尾是收伫咧16288点。因那台票嘛变保落到32块4，创下7档来上歹绩效。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若是真正起落伤大，央行会介入来调节。不过目前也是会放互市场来决定。美金指数继续起，过10个月，阁徛107大关，互外资加大汇出来日头。新台票换美金初三盘中大达超过1角，尾盘伫央行进场调节之下，32.328换一美金作收，变达9点1分，创7年来新高了后，今日早盘进一步落破32.4块，上价变达超过1角，引起投资地位关心，央行是不是阻止继续变大？去年底到现在呢，我们新台币贬了5.01，那人民币呢是贬了5.04，日元贬了11.8，那韩元呢贬多少？6.99。所以说我们还不是贬最多的。对，我们不是。也要注意哦，美国那边联准会对于如果你调节的超过一定的程度之后，它是会把你列为那个你主升的时候要买进美元，他比较介意。我要卖美元，那我要来逐贬，那这样的话他比较不介意。杨金龙表示，最近非美货币拢是出现变大的走势，若是用真哪的货币来看，新台票也是算是小可承担，毋是上足的。
新台票是毋是变单，爱尊重市场公司决定，并无用金融封锁。若台票继续动波，台股早盘大到超过200点，上计到16203点。所以台股大盘指数是毋是有机会重回万倍？杨金龙认为今年经济不如去年，股市哪会比去年较好呢？今年的经济成长不好，所以呢，我总觉得17000多点，怎么有可能今年的股市呢会比去年都还会高？因为升息都已经升息到那么，这个你也要小心。我说去央行的货币政策到底是偏向缩减，也是放量，是毋是甲经济反弹力头有关系？杨金龙表示，都会看不价甲 GDP 的表现。外界烦恼之处，通膨要来，伊认为拿出来去国际油价阁冲到每桶100美金，主要国家通膨落来速度可能会放慢，时间阁较长。啊，不过这一摆通膨毋是算是持久性，是属于特殊性通膨。记者综合报道。4月所客家猪肉产地标示公布伫咧桃园的新兴冷冻食品公司，将美国也有加拿大猪肉合作回来卖，不过产地敢若标示加拿大，认定无老实标示违反食安法，卫生局上当会当甲因罚到400万，而且阁要继续调查这寡猪肉敢有来客倒巴案。天气豆豆转凉，未少人爱食火锅。毋过，少数家地方卫生局调查发现，有火锅肉片用到美国猪肉，产地煞标示是加拿大，食嫌标示不实在。因为它是火锅肉片啊，所以可以想象呢，它消费的场所都是卖到这个小型的这个火锅肉片会使用的这种商家。那我们有掌握的大概有80-90家。小数表示，至今伫桃园龟山的新兴冷冻食品公司透过批发商卖美国冷冻猪前腿肉做成猪火锅肉片中做肉，或者是甲加拿大猪前腿肉做成猪火锅肉片中做肉。今年8月20进行制作外包装，产地拢只标示加拿大，违反食安法，会罚4万到400万。我们都有下架回收啊，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有跟卫生局报备的啊。小数强调，业者接回美国猪肉收集总共有94000多公斤，已经用9万公斤制成10多公斤的混合肉。业者勘涉刑事部分会移请检调内政办，同时会针对库存的肉片检验是否含有3马精莱克多巴胺。第这2天就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民用工厂爆炸，造成4个消防员殉职。消防团体宣布，初九要上凯道，表达要做消防工会加重追究业主，也有将消防员列入职安法保障的3大诉求。内政部长林玉昌表示，消防员算是公务人员，和劳工无同，有完整的制度来保障。不过，伊嘛强调，希望会当放定相关的法规，重视消防员的结社权。屏东民用工厂大火造成4位消防员因公殉职，消防员团体伫初九将会上凯道过案，表达组工会修法加重追究雇主的责任。消防员列入职业安全卫生法等3大诉求，朝野立委也继续关心消防员的权益。一次次血淋淋的教训，民进党作为执政党，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只会让所有的公务人员心寒。都有该予因的、该因的保障的，拢爱唔免因讲。你身为一个大家长，你个爱去来争取。内政部长林妙昌重申，消防人员是公务员，已经有国家完整法律制度的保障。政府正重视消防员的福利制度甲各种意见，已经伫咧研究放定消防员的结社权规定。消防署随时下到也找消防员权益促进会等团体进行意见交流。消防员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跟一般的劳工是完全不同。我们非常重视消防员的结社权，也希望能够放宽这个结社的相关的一个规定，降低门槛啊，这部分也进行跨院的一个讨论目前也有初步的一个共识。基层组织的期待是有完整劳动3权的工会，与其说扩大结社权，我们更在意的是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协商权。行政院的层级做一个跨部会的会议，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会比较有效率。不过消管会认为，目前主要诉求拢也未得到解决。并且讲，应该由行政院层级进行沟通，若是无得到正面的回应，会继续抗争。记者综合报道。
民用工厂爆炸造成10个人死亡，但这间公司互人亚康讲，定定咧违反劳基法。劳工团体咧呼吁，要选总统的参选人，就要提出政策来改善劳工的弱势困境。政客真到位，政客真到位，工人到位来。大声喊口号，虽然外口落雨，劳团依然是唔惊风雨，最近伫咧开道表达诉求。因为屏东的民用工厂大火，造成6位劳工加4位消防员死亡。资方被人讲是劳基法违法的惯犯。劳团认为，这场大火再一遍看出台湾劳工的弱势。相关的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也到场表达消防员成立监会诉求。劳工跟公务员两者都受害的同时，全国人民应该看见，这个是全体社会不分身份，劳动者在政府的政策、财团的获利忽视底下，同样受害的这个处境。明年基本工资月薪资虽然会调到27470元，但距离蔡英文总统梦想年轻人的起薪3万元，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劳团认为，伫明年基本工资月薪虽然会调悬到27470块，不过即马什么拢变贵，至少才调悬到3万才有够。也认为，因应劳保的改革，政府就要设立基础年金，薪资退休金也要提悬。我们要求最近现在要来参选总统的这些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做一个承诺，也就是将来我们的提拨最少要提拨到12%。劳团也讲，为了要改善劳工年总工时伤过长的问题，应该搁增加7天的固定假日，并且放定做工会条件降至10个人。希望要争取总统到位的这几位候选人，会当回应劳工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民用工厂爆炸案件，因为是伫咧科技产业园区内底，劳检毋是由劳动部负责的，所以劳工团体嘛呼吁讲，即寡经济地区的劳检权应该也是要交予劳动部，即要互相下提责任。然后劳动部是回应讲，劳检权的代志也是需要跨部会建议。真济劳工团体呼吁应该将经济特区的劳检权回归到劳动部，由单一中央机关来统筹处理，才袂出现经济部或者是地方单位互相杀来杀去的情形。包括说园区的那样的一个角色以及他到底有没有人力、有没有能力去进行劳动检查，其实这些都是应该要检讨，而且立即要改善。该解决的问题整个劳动主管机关如果分散在地方权力的话，它很容易被一些其他的利害关系所影响，来去影响到它的这个公平性或者一致性。追究民用大火的责任，劳动部劳检、民用保公司6间工厂劳检拢无合格，罚差不多68万。不过劳工团体认为，无为制度面来改善，同款的事故只会阁发生。因为国内科技产业园区甲科学园区拢有自身的劳检权，这场安全并无充分的保障。那劳动部这边除了订年度的检查方针以外要求这个各授权的检查单位，他要提报监督检查计划。那我们中央也定期邀集各授权的这个检查机构要召开这个联席汇报。劳动部强调会派人督导检查，加强监督，也回应因为劳检权牵涉范围层面真大，牵涉中央甲地方劳工行政的业务分工，甲各部会权责，爱跨部会协调研究处理。委员会也伫即阵时要求劳动部甲经济部10月17进前提出检讨评估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因为推动临时预算案通过，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去互因共和党及右派众议员提出罢免投票过关。这个经过15摆表决才勉强上任的麦卡锡，正做是美国头一个互人罢免的众议院议长。I ended up being the 55th Speaker of the House, one of the greatest honors. I loved every minute. 8个共和党议员甲请靠向内，加上208个民主党的议员投赞成票。佛罗里达州极右派众议员盖茨罢免议长麦卡锡的提议，以216票赞成、210票反对过关。麦卡锡在记者会宣布袂阁竞选议长，共和党党团嘛也未就虾米人来接任有明确的态度。根据众议院的规则，临时议长由麦卡锡的盟友，也就是共和党众议员麦克亨利来担任，一直到新的议长出来为止。It's the benefit of this country that we have a better Speaker of the House than Kevin McCarthy. Kevin McCarthy couldn't keep his word.
麦卡锡的议长之路一直受到党内极右势力的阻挡。年初议长的表决经过4天15轮的投票才确定。因为迄当阵政治紧张的局势会当化解，是靠麦卡锡同意恢复英国只要一个众议员就会当提出罢免议长的规定。即马看来，煞真做伊乌空互家己跳的举动。Fear is the institution fell today because you can't do the job if 8 people, you have 94% or 96% of your entire conference, but 8 people can partner with the whole other side. How do you govern? 麦卡锡去用罢免上尾一个原因，是伫联邦政府运作大重点最后的关键时刻，伊选择甲民主党合作通过临时开支法案，去互盖茨指控讲，伊甲白宫私底下达成协议，要继续来援助乌克兰。将其因两党的比例，共和党是221席，民主党是212席。因为伫罢免案，民主党煞是选择甲共和党的叛军合作。华盛顿州极左派的女众议员贾亚派尔伫投票进前对媒体表示，都互因伫无能的低调内底乌白亮，也有人准备要看共和党内战的好戏。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意大利伫咧初三暗时，有一只对威尼斯出发的巴士，伫高架桥顶悬摔落去，佮引发火烧车。目前至少已经造成21个人死亡，要到20个人受伤。详细事故原因也搁来调查。意大利马斯特雷的巴士落入桥卡的事故现场，一片路苍苍。消防员除了赶紧扑灭火势，也将受困伫外桥车底内底乘客赶紧救出来。Si sono trovati tutti insomma le persone dentro l'autobus anche con le fiamme, avvolti dalle fiamme. Quindi la scena che si è proposta ai pompieri è davvero insomma davvero difficile, davvero brutta. 这地面巴士落入桥卡意外发生在意大利初三暗时7点45分。这台租用的电动巴士准备为威尼斯将游客载等于附近的马格拉地区营地。不过经过高架桥的时阵，巴士向冲破防护栏，过车为30公尺悬的高架桥落入涂骹，故意速伫空中交到附近铁路的电线，马上引起大火。当地派出20多台消防车赶去现场扑灭火势，包含意大利内政部长甲威尼斯市长拢赶去现场了解情形。Alcuni sono bene, poi ci sono alcuni che molto gravi. A Paolo i condizionati. Bambini? 4 bambini morti. Però adesso è tutto una pompa fatta alle 10:05. 意大利伫2013甲2018年拢发生过严重的巴士意外，分别造成38人甲40人死亡。初三事故目前已经知影罹难乘客当中，包含5个乌克兰人、1个德国人，也有法国甲克罗埃西亚人，其中也有囡仔。40岁有7年经验的意大利籍巴士驾驶也不幸身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这严重意外表达哀悼。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发文致哀。另外，意外真相原因也搁要进一步的调查清楚。公视新闻警员庆编译。镜头登来看国内宜兰的4城火车头已经有要到60档的历史。地方认为，这个建筑物已经伤过老旧，而且附近拢发草乌暗暗，实在无介安全。希望会当来协助翻新。内地表示，因会先赶紧来抠草，也搁会落实维护。伫宜兰大开4城火车站表面的油漆拢翘来，也有壁唇真旧真厚，要到60年啊！地方希望赶紧重建。这个都是铁路启用地。村长带咱去看，伫火车站附近这片大地的土地，放遐发草啊。地方讲，若到暗时才暗摸摸，容易真侪治安的死角。4车站虽然无大，不过当地真侪上班族甲学生来回宜兰市拢伫咧真侪车。车站附近停真侪奥多拜卡达车，车站附近停车的空间爱做规划。争取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南边。这个礁溪南边这5大村的交通的枢纽啊，这个门市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4层的门面哈，把它打造得干干净净的。附近的店面也讲，4城站离滨高道真晚，火车只要入站时阵，滨高道就会关闭，爱等真久。滨交道，离那个车站太近了，还有时候都等很久啊。对地方的期待，大体是讲会先将车站附近的草挂好清气，并且将车站的站体修理好，进行维护。最近也伫咧车站的门口，也有便所，
站外的电火条啊加装路灯，改善监视系统，确保宜兰乡亲也有上班上课民众的安全。也伫当地国在办会刊做环境改善报告。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因为风太小，欠瓦近开始咧透大风，而且最近雨果落了较少。伫咧立雾溪、花莲溪出海口风背沙是用甲真严重，周边真侪地区嘛拢茫茫，甚至佫恐惊去影响到交通的安全。赛车经过花莲北区秀林乡立雾溪大桥，规片看起已经雾雾，溪埔的沙石啊，因为受到风太外围环流的影响，透风是规个架起来。附近包括新城乡、富社村、可乐村等等的所在是规个风背营业。不算公所一直派出夜水车，不过空中的营业只要无落雨，就要是真严重。河床的沙都把它卷起来，你看，带到整个新城新田社区。7点多就出来撒了。它这边的情况有多严重？蛮严重的嘞，第五溪那个风吹上都会那个飘到呢这里来。风背营业伫花莲溪出海口嘛是真热烈，为花莲大桥向海景啊看去，嘛是规片雾茫茫。根据花莲气象站的资料，秀林新城观测站测时早起8点至9点，上大的阵风是7级，花莲市9级。提醒花莲北区秀林乡、新城乡、花莲市吉安乡甲受风向的民众要注意。最近大概都没有下到雨，然后目前台风来的时候也没有下到雨，所以风速比较大的时候啊，然后风向也刚好配合的时候啊，那些细沙就会卷起来。那基本上那个就是俗称的风吹沙啦。气象站提醒，有呼吸道疾病的民众都要避免出门，营业都要等大雨了后才会较消透。不过小肯风台带来的雨量，恐惊嘛是真惊人。估计山区恐惊有到800米里至1100米里的雨量。提醒地势较低、甲山区的民众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江景院今仔日招专家来举办戏剧电厂的研讨会。江景院长刘文雄就表示，这戏剧电厂就是将太阳能这寡中小型的能源设备整合伫同一个管理平台，要使实际做运行的电厂。虽然供电量较少，不过会当快速启用，会当来协助用电的调度。为了满足供电的需求，强化电网的韧性，安怎整合电力资源的戏剧电厂，加做各国关注的焦点。在去江景院举办戏剧电厂发展趋势甲应用案例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交流分享经验。它事实上是整合的不同的分散能源，包括呢你的发电就是再生能源，或是储电storage， 那也有就是虚量反应，也就是说你可以减少用电。其实减少用电就好像增加发电，事实上是一样的。那用这样把它整合起来，做一个系统的一个调度，那变成我们系统中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江景院指出，台湾地无宽，人口密度悬，若要搁起电厂是真困难。不过想要稳定供电，除了靠目前的电厂、甲太阳能等等的能源，戏剧电厂会成做未来电力发展的重点。呼吁工商界会当加入电力交易平台，甲戏剧电厂的系统，做伙提升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以日本做例。透过戏剧电厂，用再生能源甲独联电池来调整电网的供电量甲用电量，以持电网的平衡。台电公司表示，整合性的戏剧电厂伫电力资源或者是调度扮演重要的角色，万不利供电有问题，会当及时来提供救援。以它参加的容量来看的话，大概就等同于我们现在一部核能机组。那未来这个量会继续再增加，95家的这个厂商它进来，那实际上的量更多。台电呼吁，亲像是有太阳能、风能、地热或者是都能等等中小型的能源设备，虽然供电量小，不过甲传统集中式的能源来比，较有存求，会当快速启用。呼吁各行各业会当来加入，互戏剧电厂成做台湾未来重要新型的电力来源。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大鼻乡出产咸菜是全台湾上济，一年的产值有到4亿8千万。即马阁有研究团队发现讲，生菜过程当中产生的氮磷钾会当用来帮助海草甲食物的成长，未来希望会当创造循环经济。挂菜采收了后，用盐生过变作咸菜，工作人员无用咧加工，毋过好加过血液甲剩的泡，若是黑白道，恐惊会害地下水变半咸水。为此，大鼻乡公所甲这废水捡做伙，透过农粮署补助，公所编列经费做回收处理。1度3万，加这个费用就对啦吼，的处理费
阮大鼻工作咧，我一年当交费也无，其他吼分组拢莫讲，交费也出去，我来负担500万，阮大鼻向做你送啊，过来负担这个1年500万。大鼻向公所表示，向来生产检材量是全台第一，年产达有4.8亿，但是过去百货业者黑白倒检材废水，为着避免造成环境负担，就甲废液集中处理。最近，台大渔业科学研究团队发现，若是甲检材废液中和调整做液体肥料，会当对海菜甲食物的生长有帮助。就是这种所谓的生物循环再利用的一个技术。然后我们是希望以云林县为建立一个技术的平台，还有希望以结合云林县的这些农渔业，然后建立一个释放的场域，然后希望透过这种所谓的资源循环再利用方式，帮助到所谓的渔民，他们让产品做价值。这个废水可以造成有用的一个营养源，循环再利用。那目前透过这套技术，可以把废水做成易肥，来提供养殖业的一个养分所需。云林县环保局表示，目前大鼻乡检材废水处理是以太阳能塑水结晶的方式处理，一年大约会有600吨的垃圾水。未来若是会当透过省管学合作，引进这套生态友善模式的技术，对环境、地方财政负担和渔业养殖拢会当有帮助。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伫咧台北的独立册店倒阅有册，一个月要去德国办讲座，要和当地独立册店互相交流，希望互国际社会会当更加了解咱台湾。遐卖着册，卖着报纸，卖着袂当大声讲出来一切。民主是台湾的骄傲，多元类型的独立册店也是台湾的特色之一。影片内底小解半间无共的独立册店，由黄信尧导演家己配音甲摄影。这个底片就号做台湾那是一间独立册店，是台北倒阅有册这间册店这个月为着要去德国交流的计划所做的底片，要甲台湾独立册店的特色和民主化过程的历史脉络，用底片简单小解，互外国了解。黄信尧导演讲，独立册店因为大间拢无共，所以唔才会精彩。台湾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嘛，那就像是我们其实融合了非常多的历史跟文化，独立书店也是一样，它各自发展在各个地方不同的角落，会长出不一样独立书店的样子。倒阅有册的负责人指出，独立册店在咱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戒严，还是白色恐怖时期，侪册店和中国杂志社，还是318日头会运动了后，各地出现的公民论大型的独立册店，拢互册店成做知识交流和民主思想的重要基地。因认为，伫即马台湾豆豆受到国际重视的时阵，是一个互外国认捌咱的好时机。在中国宇宙国安法通过之后，我觉得台湾现在独立书店或者台湾的书业，在华文圈应该算是最后的一块民主圣地。虽然说台湾的这个书业真的很惨，可是这边至少是自由的。倒阅有册要组成团队，除了去到德国办讲座，分享台湾的出版业、册店和社会人性，也要借这个机会声援北京总编辑复测，嘛互国际了解中国对台湾言论自由和出版业的威胁。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为着要让民众对威权统治的过去更加了解，国家人权博物馆和文创业者合作出册介绍迄当阵反抗政府的行动。咱离白色恐怖时期已经经过数十年，这段历史留予受难者家属沉重的伤痛以外，伫济少年辈心肝内，嘛敢若甲当作台湾近代史的一部分。为着要予少年家了解过去威权时代所发生的压迫和抵抗，国家人权博物馆和文创业者出版《永远不在》这本册，希望台湾的民主永远莫行反头路，予威权体制继续留伫历史当中。希望能够让民众能够更认识、更了解过往的威权体制，还有所谓的百孔，还有转型正义的过程，那转型正义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认知真相，那我们要正义、真相跟赔偿，还有永远就不要再发生，
这本册由济长期关心人权议题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因认为，民众来到国家人权博物馆参观白色恐怖主题展览，那会当甲这本展览全书做伙看，会当帮助民众对过去历史的伤痛进行反省和思考，也会当帮助社会落实转型正义。转型正义不是一个历史考究的工作，它不仅仅只是历史考究，它必须要让所有学科都卷动起来，然后让社会大众共同参与。也许我们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太过美好，而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美好是建筑在多少人、多少世代的头脑之上。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回顾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作者希望透过这本册记录历史的教示，让咱面对过去、面对未来，防捌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少年辈，通去思考为权统治所制造的伤痛，了解人权的珍贵。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英国淡水厅刷到德惨城，成做今摆的新德市。今年就是淡水厅设置满300周年，新德市佫特别规划展览，要互大家来了解当地历史。康熙年间，王世杰率领亲族来到主界开垦。精彩的艺术刷画，讲出过去德惨城发展历史。今年是淡水厅设置满300周年的日子，新德市特别规划文教发展展览。除了老相片以及充满历史的文件，各用插科贴出来德惨城。竹堑呀，嘿啊，伊特别就是敢若古迹袂少啦，古迹啊，像个郑氏家庙啦，还有一寡什么迎曦门啦，啥迄种古迹啊，嘿啊。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新竹传统与现在都慢慢在兼顾，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现象。今年除了是淡水厅300周年，也是开台证书郑用锡登科证书满200年。现场嘛展出参电视家族相关的文件，小解自清代以来科技制度。有展出了像是淡水厅设置啊，然后学工、明治书院等等的发展啊。此外还有郑用锡的他们的跟科举相关的一些主题。所以我们最特别的当然还是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的这个竹堑城的模型，因为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模型的呈现，我们其实还灌注了非常多意念在里面。我们希望用精准的历史地图去搭配比较抽象的建筑设计。10月14到15连续2天，各规划开台证书200年纪念活动，以日景观课做故事主题，结合古籍庙宇，让大家班考生来了解当初时考生所经历过的科技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日本的职业小演团体又搁变出新出头，一届是伫咧新干线的列车内底办比赛，对东京车饼到名古屋，规则车厢内底75个座位，伫咧半点钟内就互抢了了。小演选手原来大声示威，原来向对手冲过去，这看起来真平常的小演比赛举行的场地煞正特殊，是伫新干线车厢内。这比赛是日本职业小演团体 DDT 伫东海道新干线希望区举行，后名叫做新干线职业小演比赛。互规个车厢的75个迷众近距离看选手伫走道顶悬表演。DDT 过去捌伫个条子铁路、千叶都市电车甲小粗铁路这地方铁路办过列车小演活动，毋过伫新干线举行煞是第一摆。即摆表演赛事后，职业小演界之王铃木实对决另外一个选手高木三四郎，因为高木选手捌伫个比赛当中输互铃木，即摆比赛诉求复仇，毋过最后依然输互铃木。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真侪小演选手伫对战的2名选手互换之下出场助力，甚至有选手穿卫生裙走出来卖冰淇淋，其实是去抢人客便当食。互比赛过程看起来真趣味，满满的娱乐效果，也互规车厢为起点到终点拢是笑声。高木因为连续3摆拢输互铃木，搁一摆向铃木下战帖，希望有机会赢拍败铃木。佢表示希望以这摆舞台赢考虑海外，亲像纽约、曼哈顿、新加坡，或者是台湾。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下半晡，搁有未来3天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29度。
中部地区27度至30度，南部地区28度至30度，东部地区27度至30度，一股外岛地区24度至3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